由文化部影视甲流行音乐产业局主办，有线电视业界相关应有的金视奖，每一档吸引无数优秀作品参与。114年度入围名单出炉，有49间业者，237件作品报名参赛，选出15个奖项，总共66件入围作品，将伫8月10号公布得奖者。中嘉宽屏、三冠王相主称，今年总共入围公共论坛节目奖、台湾关怀节目奖、地方文书节目奖、主持人奖、摄影奖、创新服务奖，表现相当突出。要感谢文化部还有评审委员的肯定。那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在今年度的金狮奖入围了非常多的奖项，总共有6项。那其中包括了个人类，然后系统类还有我们的节目类，所以也显现出我们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在最近的这一段时间真的是非常的努力为我们的乡亲要来制作很多优质的节目，那另外也要提供最好的服务。今年入围公共论坛节目奖的市民心声节目，曾经得到95年金视奖，对议题设定、来宾邀请到内容讨论，一直以理性客观的立场，深入探讨公共政策，期待真理愈辩愈明，嘛扮演好媒体监督的角色。另外，以市民心声入围主持人奖的陈碧纯，对地方新闻记者出身，担任主播到企划主持节目，已经连续3档入围金视奖主持人奖，期待这摆有更杰出的表现。入围地方文书节目奖的寻找旧城市节目，由徐千秀企划，但信业摄影透过专业导览、温暖的描写，带观众走读古迹、林巴在地一人。嘛，加入学校甲社区，看文化安怎伫生活中传承创新。以寻找旧城市入围摄影奖的陈信业，入行10多档，一直不断精进专业能力，嘛得出入围金视奖，并得到107年金视奖摄影奖。这摆继续以专业的技术搭配细心观察，精准记录地方文书工作者守护家园的初心甲亲情。由节目企划陈艺术、摄影陈信业制作的《角落里的荧光者》加入为台湾关怀节目奖，以绘本作为引导来描写主题，佮在以记录事实的观点，亲历台南在地工作，记录小人物安怎伫偏乡高龄、朋友形成甲动物福祉当中点光别人生命。除了节目表现优秀，相主称有线电视嘛入围金视奖服务推动类的创新服务奖。创新服务奖在今年度我们所报名的内容呢，有包括了我们的媒体识读，我们把它变成是网络化，那所以很多人可以透过我们的网站上面的一些小游戏，就可以来做媒体识读的互动。那第二个是我们360度环景影片的拍摄，那我们把我们所拍摄的影片呢，用360度的环景技术来拍。那拍完之后呢，放到我们的数位机上的 App。那民众只要利用遥控器上下左右键，你就可以非常方便的去操作。用这样子的方法来观赏360度的视角。那另外你还可以用按赞啦、语音留言等等，同样的也只要很简单的按上遥控器的这个按键，其实就可以达到互动的功能。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一直希望可以提供给我们民众最高的服务品质，然后最好的视听感受。那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收视户呢，可以一直来给予我们支持跟鼓励。谢谢。第25届金视奖颁奖典礼8月10号将伫台北城基园区德公园厅举行，预计颁发15个奖项。观众朋友会当透过金视奖 YouTube 频道、FB 社群媒体以及数据线顶 OTT 平台等同步收看颁奖典礼实况直播。台南新闻综合报道。